台湾出现中国武汉肺炎死亡的头一个日，死者在生进前去过彰化一间诊所，予医生看，佮看两届。医生看到讲，这个患者有各样无正常的情形，叫伊就要去大病院。即马这个医生说，互人讲伊无伫咧头一个时间通报，因查某囝嘛替老爸感觉真唔甘，伫人面册写文章，替老爸感觉真委屈。该在上尾卫生局发公文，替诊所医生来赔回。 传染了，互阮实是嘛真困扰。医生讲甲足委屈的，因为无随通报疫情，互民众骂个臭头，互伊的心内压力足大的。患者话无你打电话来，是安尼恁有着病奈无甲阮讲，哇，实在是无辜的啦吼。原来武汉肺炎头一个死亡的白牌车的驾驶，2月初1捌因为家嫂有去过诊所，因为伊无出国过，嘛无甲病人接触过，尾下医生就诊断是流感引起的肺炎。等到司机第二届来看诊，医生才发现着无对同，随甲转去大金病院，尾手司机确诊为着武汉肺炎死去，结果着互人误会。南美医生阁出现谣言，互去伊的诊所看病人直接减一半，大大减少五成以上的。人伫国外查某囝听到爸爸讲到这件代志，透过人面册发文甲加油，叫爸爸收收咧休困，莫去看诊啦。想袂到爸爸安尼回应，咱是很坦然的，你无开门，变做传染会更复杂。查某囝感觉真唔甘，是安怎一个遮尔认真，对所有的病人拢真关心的医生，会互讲甲安尼？一个若无做唔到代志，佮做上好的判断的人，互无纠正过，用仔话讲甲遮尔歹听，遐个话就亲像刀仔共款飞过来，伤害真正真大。文章的上尾佮讲，无人做唔到代志，毋过因煞拢受伤啊。文章一个抛出来，真侪网友拢甲赞声。家己查囝咱看了文章，其实也会掉眼泪，嘛感觉啊，嘛是真安慰啦。医生讲，伊对死亡的司机嘛感觉真唔甘，落尾卫生局发函，毋若肯定医生对疫情的重视，嘛确认诊所的员工拢无人服卫着。希望医生继续看诊，证明伊的清白。真侪工业嘛送花去甲安慰，嘛有网友上网络互伊5粒星留言乌烟，爸囝真亲，毋若成功防疫，嘛拍破遐个乌白团的谣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